喺1985年寒冬嘅愛爾蘭小鎮 New Ross， 日照短，寒風刺骨，聖誕節就快到臨。節日燈飾下面看似溫暖，但其實隱藏住一片好少人敢正視嘅黑暗。呢個就係 Claire Keegan 嘅中篇小說《像這樣的小事》所描繪嘅世界，一個表面平靜，卻承載住沉重道德重量嘅故事。故事嘅核心人物係 Bill Furlong， 一個勤力嘅煤炭同燃料商人，一位盡責嘅丈夫，同時亦係5個女嘅爸爸。一年入面最忙嘅季節展開，Bill 每日穿梭喺唔同家庭之間，為準備過聖誕嘅人送上溫暖。但有一日朝早，一次看似平常嘅送貨，將佢帶到當地嘅修道院，鎮上人稱之為女仔培訓學校嘅地方。正係喺呢度，Bill 開始察覺到一啲令人不安嘅景象。面色蒼白嘅年輕女子做住沉重嘅體力勞動，仲有一個女仔低聲向佢求助。Bill 一時間唔知應該點做，佢俾一位修女分散咗注意力，對方帶佢去前門核對送貨單，收咗錢之後，佢就離開咗。Bill 返到屋企之後，嘗試同老婆講返佢見到嘅情況，不過佢老婆叫佢唔好多事，話佢哋根本幫唔到嗰啲女仔，佢哋俾屋企人遺棄，被逼留喺所謂嘅培訓學校入面，仲一直受到不公平嘅對待。Bill 喺內心同自己嘅良知掙扎，佢自己都背負住過去嘅經歷，細個由一位單身未婚媽媽養大，而佢媽媽係傭人。好彩佢媽媽嘅僱主對佢哋都好好，所以佢哋冇被送去同嗰啲可憐女仔一樣嘅地方。正因為咁，Bill 對嗰啲女仔特別同情。隨住入冬，Bill 心入面嘅不安亦都越嚟越重。之後一次送貨時，佢有另一個震驚嘅發現，一個年輕女子被鎖喺冰冷嘅煤棚入面，冇人理會，驚慌失措，仲不停向人問起被帶走咗嘅 BB。佢嘅恐懼同孤立感一眼就睇得出。院長修女只係冷靜咁敷衍回應。之後 Bill 返到鎮上，喺一間餐廳食午飯，朋友再一次勸佢保持沉默，始終批評教會隨時會搞到自己一身蟻。喺呢個小鎮，大家都知道有啲問題係唔應該問嘅。呢個故事正正發生喺一年入面最黑暗、最寒冷嘅日子。呢個亦都係對整個社區道德麻木嘅冰冷隱喻。聖誕節本身反而成為一個諷刺嘅背景，本應該充滿憐憫同關懷嘅節日，卻被集體沉默所籠罩。Bill 面對一個冇人願意正視嘅抉擇，係保護自己家庭嘅安穩，定係聽從自己嘅良知？喺平安夜，關鍵嘅時刻終於嚟到。憑住一份非凡嘅道德勇氣，Bill 再次返嚟修道院，救出被囚禁嘅女仔，用自己件外套披喺佢膊頭上，帶佢走返入世界，同時冒住失去生計、名聲，甚至屋企人會有分歧嘅風險。呢個細小嘅善行，成為一場安靜嘅反抗，一種拒絕再視而不見嘅選擇。Keegan 嘅文筆簡潔而明亮，用極其克制嘅文字，卻寫出深厚嘅情感力量。短短100幾頁入面，佢深入探討良知、共謀以及付出憐憫所要承擔嘅代價。呢本書像這樣的小事提出一個核心問題：喺社會叫你唔好出聲嘅時候，一個好人對受苦嘅人應該負乜嘢嘅責任？Bill拯救嗰個女仔嘅行動表面安靜，但其實充滿風險，說明真正嘅善意往往要付出代價。Keegan 指出，正正因為困難，憐憫先至顯得珍貴。呢部中篇小說揭露咗制度性虐待，令人聯想到 Magdalene Laundries， 無數女性喺嗰度被羞辱、囚禁同剝削。不過，故事並唔係透過政治論述去講，而係聚焦喺一個普通人喺眾人選擇不作為時，仍然作出道德抉擇。書名本身已經點出主題，改變好少由宏大嘅行動開始，更多時候係源自細小嘅同理心。Bill 拒絕再視而不見，證明就算最微小嘅勇氣，都可以帶嚟深遠嘅影響。